台湾 Can Help 由台湾社区协会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举办的送救灾车和医疗器材去到乌克兰，今仔日举办运送仪式。热心的台湾企业大家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步着48台救灾车要送去乌克兰。顶头还有因爱心台湾参乌克兰的国旗，希望会当甲台湾人的爱心传到全世界。 超过40架的救护车、消防车排伫广场顶悬，看起来是真壮观。这是中华新港乡公所的广场，由台湾社区协会甲基督长老教会所举办的送救灾车辆甲医疗仪器器材到乌克兰的客运仪式，30载是举行，车顶悬拢有印爱心甲台湾参乌克兰的国旗。8辆的车辆排在一起真的非常的壮观。希望见到乌克兰战争早日结束这个祝愿。 前进到乌克兰的战场，所以我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真的感觉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感动。俄罗战争到打已经超过1年半，乌克兰内部的物资也完欠缺。今年有善心人士协助修复，结合各界人士的支持甲帮忙，联络乌克兰当地甲医疗机构的需要，募集台湾各县市政府、消防甲社福单位的救灾车辆甲医疗器材，发挥台湾 Can Help 的精神。 最少我赶快认真的把第一次我们现在你们眼前看到这些完整的送到乌克兰大地去，指定由他们的专人来说，各个医院、疗养院、前线去那边救人比较重要，所以不能等。我们都很需要，所以这是真的很棒的一个直接的帮助，因为里面有除了救护车以外，还有那个吉普车、水箱车、消防车，那都是那个特殊用途的车。 伫咧乌克兰，就算讲毋是战争的前线，一般地区也因为空袭，嘛真需要这的物件。乌克兰 NGO 甲国会机关提出需求，经过5个月的修缮，这批车辆按算伫咧7月中送出去。毋望甲台湾人的爱心传到全世界，嘛毋望这场战争赶紧结束。记者吴廷武、林建武综合报道。